刚去赶茶买了点青菜，又拿了个快递。你们猜猜这是啥？上课儿。这我可等了好几天呢。户户通，我现在就给它装上，以后我追剧就更方便了。姐，哎呀！姐，我把电视给你拿来了。哦，你咋这么晚才来？马跑了，找了一下午马。放这儿。好嘞。最后找着了吗？找着了。等会儿把电视接上了，在这儿吃吧。好的。有了吗？没有。这回呢？有了，有了。哎，真好。这回能看电视了，找个动画片看。好的，姐，我找找啊。今天我和弟弟炖个牛肉吃。洗完了，姐。好嘞。葱蒜下锅，把肉放进去，来点盐、酱油、13香，扒拉扒拉，把土豆和南瓜放进去，加水，盖上锅盖。骗钱的吧？我刚没看明白他演啥呢。你干啥呢？快吃吧，边吃边看。今天这倭瓜炖的挺好。就是都炖没了。你家羊羔啥时候接完？再有个1个多月吧。那你接完过来帮我接一下。好吧。你路上慢点。姐，别出来了，太冷了外面。啊，你路上慢点啊。好，拜拜。拜拜，下回来再给我捎点东西。好嘞，好嘞。